国际新闻来关心一个新的消息，这是多明尼加这个国家一间夜店车牌时厝顶放弃，造成66个人死亡，超过160个人受伤。这间夜店真有名，因为有真侪政治人物、运动员拢会去遐听歌跳舞。这届意外就造成一个美国职棒前投手运动员送病院半中途不幸过往，佮有一个现场死亡。 这间夜店的厝顶差不多规个拢放落，只敢若村边的壁面，因为代志发生甲正突然，内面的人拢袂赴走。迄当阵夜店内面人真多，正在听有名的拉比音乐风格梅伦格的歌手鲁比佩瑞斯演唱。透早1点外左右，香港的欢乐煞变调，厝顶规个放落，造成重大死伤。 当局紧急出动差不多400人来抢救。 Podemos encontrar personas con vida y vamos a estar acá hasta que haya un familiar reclamando por su pariente. 这间夜店是伫咧首都圣多明哥真有名，而且固定伫每8月暗一办舞曲音乐会，真侪政治人物也个运动员、社会名流拢捌来过。这边就捌伫咧美国职棒纽约洋基加大都会顶几落支队伍拍球的前投手多特尔受伤了，送病院救袂大。蒙特克里斯蒂省的省长尼尔斯克鲁斯也不幸死亡。伊是去年12强捌来台湾看比赛大联盟体育球星。 克鲁兹的小妹，根据社群媒体底片，注定放来进前，有人讲，敢若有物件自天崩落来。歌手鲁比佩瑞斯也注意到，现场也搁伫咧进行搜救甲调查的工作。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